多谢孟俊来看合欢山的消息，为了要看势有真诶游客受正要去合欢山，也不过因为安尼，真侪乱象、真侪违规代志就发生啊。透早7点外有游客到入门诶顿开地点武岭顶去过，就知影有真侪人违规下过栏杆，徛伫山顶伫翕相，也有真恶一个驾驶唔乖乖排列等开放去上山，直接呢就正向插队，甲警方就爆发冲突甲口角，人咧起烧骂。这个警方就警告讲，只要插队的车辆若要贴上去，就无要开放通行。下去，你们不放我就不放行。警察3甲顺摇出车辆的排队动线，游客用手机甲道边规排汽车拢翕落，全部拢检唔到方向，都是为着要插队上山。你们不放我就不放行。透早6点外，合欢山有驾驶违反方向插队，影响到其他守规矩排队等要上山的游客，警要求驾驶马库离开，啊无就无要开放通行。今天上午6时许，在台14甲线18公里翠峰管制站前发生一起前往合欢山的车辆不耐等候，逆向插队，欲通过管制站的情形，为警方发现后及时阻拦。警方在此呼吁前往合欢山追雪的游客，请排队上山，切勿逆向行驶，影响右路的安全。违反方向插队的行为，警方会罚600到1800块。不过合欢山局势乱象，阁唔那安尼。麻烦无理停上的民众不要跨越栏杆。在合欢山热门拍开景点武岭顶，有游客跨栏杆要和白山翕相，警直甲因口劝，要甲因阻止。昆阳停车场至合欢山游客中心路段因积雪结冰，现加挂雪链，才能通行。合欢山路今年以来上大的一场雪，弱势民众嘛直直上山，骑车民众爱加挂雪链才会使通行。正日雪地管制区嘛要乖乖排队，避免要被看到雪都先防开罚单。